今仔日是过年前最后一天的上班日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市政府发红包甲春联，民众嘛是排队排甲长乐乐。啊，中央嘛予高雄市政府一个大红包。去年中央的统筹分配税款超增，高雄会当分配到9亿4千万。这民进党的议员就惊退了，讲这高雄市政府常常咧花无钱，甚至要办罢韩投票爱阁借钱。即摆有这包大红包，讲打来要办这个罢韩都有经费咯。高雄市政府前透早就民众伫这里排队，这排的是排有够长，等下为市长韩国瑜的手中领新年红包甲春联。1点就到了，从台北下来。接到市长发的红包，民众真欢喜，嘛甲市长发加油。总统败选了，支持者嘛甲对调咧，一直甲加油鼓励，互这个韩国瑜最大的温暖。不过罢免行动，即马有最新的进度。中选会公文，罢韩团体即日起就使去领第2阶段联署书，过年将会初5正式展开联署。伫法定时间内面冲到30万份，因过第3阶段罢韩的投票，高雄市政府伫话讲无钱，若要办都要去借钱，因过即马钱敢若唔是问题啊。将统筹分配税款，高雄今年又多拿了9点多亿，请用其中的钱来办理罢免的活动。之前呢，韩市长在喊穷说，这个人民的罢免案没有钱。我想这个红包应该可以解决这个当务之急。罢免现在才进到第1阶段嘛，那后续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还是会依规定来办理。高雄市政府表示讲，这捐款将会全部用伫高雄的建设。即摆过年前中央发的大红包，嘛意外伫罢韩的战场中引起关心。